资深演员阿西陈柏正出道至今超过30年，草根味十足的形象深受影迷喜爱。他曾以电影《超级市民》获得金马奖最佳男配角。不过在那个电影还有利可图的年代，这个当红炸子鸡也引来黑道觊觎。老婆当年生产时，竟有黑衣人杀到医院来，就是为了施压他拍戏。阿西接受苹果访问时回忆，他1980年出道，演出侯孝贤导演的《儿子的大玩偶》，即入围第20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。隔2年再以《超级市民》获奖，爆红身价让大家视他为票房指标，纷纷抢着找他拍戏。但他也告诫自己，要当个有理想的戏剧工作者。不好的东西我不会想拍。无奈当时黑道为了抢赚电影钱，竟把黑手伸进这些摇钱树中。阿西说，有大哥为了要他接戏，甚至出言恐吓不拍不保证不出事。他老婆当时正好生小孩，7、8个穿黑衣服的就直接杀到医院去。虽然不得不低头，但阿西豁达表示，我大概理解这样的生态，他们也需要赚钱，但有一点不舒服，觉得这是强人所难。有片酬倒是还好，但往往尾款都没收到。谈起老婆，阿西满是骄傲。他年轻时为了不想被人认出，可以少打一点招呼，因此想戴墨镜出门。结果老婆知道后，直接自责他不可以有虚荣心，让他现在时常警惕自己要谦虚低调。也因此，阿西不只深受观众喜爱，在演艺圈中人缘也是相当好。